車路士04-05、曼聯07-08賽季、利物浦18-19賽季嘅防線對比啊，睇睇當時嘅零封壯舉。當時嘅車路士嘅防守陣容咧，門將係施治啊，後防線係費雷拉、泰利、卡華盧、加拿，主教練係摩連奴，用後防線帶嚟咗車路士50年嚟第一座嘅頂級聯賽冠軍獎杯。07-08賽季，曼聯單賽季英超僅係失咗22波啫，喺38場嘅比賽入邊有21場係完成零封嘅。當時曼聯嘅防守陣容，門將係雲達沙，後防線艾夫華、里奧費迪南、維迪治、韋斯布洛，主教練費格遜爵士亦都帶領曼聯獲得當賽季嘅聯賽冠軍以及歐冠冠軍。18-19賽季，利物浦單賽季英超僅係失咗22波。當時利物浦嘅防守陣容係門將艾力神、碧卡，後防線安祖洛伯神、雲迪克、馬迪普同埋 T.A. 阿洛特啊。主教練高普帶領利物浦最終以1分嘅之差嘅遺憾獲得聯賽亞軍啫。幸好啦，當賽季佢哋獲得咗歐冠冠軍啊！